好吧。好吧，教練。好吧，好吧。好吧。好，来吧。好吧。好吧。唔緊要，防守。哇！成個，你睇我而家打到咁，我啲企定先射啦，你未企定咁，我成日都係啲隨緊張啊！緊張啊！唔係啊，我諗住咁樣好似高美啲。佢就學嚟嘅，咁你基本喎。9號啦，係啊，星期6佢對我哋唔吹佢咯，吹幾次。好吧，好吧。啊！啊！射埋佢啦！好波老師，好波。最追射啊！唔入唔緊要啊！喂！升中啊喂！唔緊要，唔緊要。5分鐘，就5分鐘。喂，我幾多鬆啊？喂 ，S 波。
喂，分啊 ！keep 分啊，人哋！39啊！好吧。我唔知喎，我打緊嗰條。好波，好波，好波。加油啊！教練手頭，投入啲，投入啲，唔好記住啱啱老頭，唔好記住啱啱老頭。佢提早俾出得頭。有邊人仔贏咗喎？第一場執底位，定住。嗰段啲，嗰段啲，嗰段啲，打，嚟啦！1、2、3，一個。我諗咗好似。預備。史提芬。嚟，睇翻。史烤龍。睇翻。兩波！唔緊要啊，唔緊要。翻嚟啊，徐星！輝哥有冇氣啊？咩啊？有冇氣啊？換去跑下。換人啦。跟住又得喎。阿聲嚟答下。你打啦，我唔打。好吧。好吧。好吧。入邊個冇氣啊？換人啦，頭先。邊個冇氣啊？嚟換啦。你打。喂，唔好換晒啦，各位。紫色7號4份，紫色天光3次。好夠興喎！而家排名戰啫嘛，唔使。即係而家排名戰啫嘛，你贏晒唔好再你舊年咁要對勁咯。但係我覺得好吧。教練做啊！做嘢，教練出聲。你中間啦！教練，你中間啊！過半場 ，JJ 快啲啊！快啲過半場。我嚟到咧，第一句就係講呢樣嘢。我嚟到第一句講進攻就係講呢一樣嘢，落到嚟嘅千祈講唔查。但問題就係佢會攞分保變低啊嘛，我知係。我覺得我有呢個 sense 嘅，但係45個佢，但係點解唔好人哋位查？因為死咗，你左邊就出。咁我
我手嘅手咩？我嘅手指。我意思唔使，因為咁佢真係好啊嘛。我覺得佢嘅威哥係真係。俾翻教練啦！教練啦，教練啦！好波，好波，好波！做嘢啊，教練！做嘢啊，嗌教練嗌啊喂！輝哥上啲！係啦，我知。做一步啊！做一步，啱啊25秒。喂，20秒！上埋！好波！打一球啊！入邊！ 10秒啊！10秒啊！10秒！5秒！走啦10秒啊！係啊！得啦！講咗啦，唔使過嚟啦，係10幾人，你都幾識搞。